第一位歌手，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有魅力的歌手，因为每次的出现都会让现场激情澎湃。让我们掌声有请阿来、阿一、达尔汉，有请。很激动，而且略微有一点紧张。这个作品对我来讲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它是一种仪式嘛，仪式就不会有太多的歌词感，都是那种在跟大自然对话的感觉，所以略微有一点紧张。加油，加油！我的任务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用我的音乐更多的去呈现哈萨克的伟大的音乐传统，让更多的人知道哈萨克的文化。因为哈萨克很早很早以前是信奉萨满文化的，所以说哈萨克人在很古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求雨啊这样的东西存在在生活当中。这一期我们选择的音乐它就叫呼风唤雨，就是我没有雨，然后大地很干枯，动物们都很渴，我们也很渴。到下雨了，所有的生灵都开始有了生机，所有的人都开始了正常的生活。我需要把哈萨克人一直以来怎么传承一些思想，或者怎么传承一些音乐的，去表达给大家。所以我把我的偶像60多岁的老艺人鲁克索纳基请来，他是我们哈萨克族的老牌艺人。不是这，我很珍惜这次的机会。我亲爱的大师他也很珍惜，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多排练，排到很精细，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瑕疵。一直都是一个。我看到一个这么大的老爷子还在这么认真、这么有劲儿的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没理由不继续努力下去。1, 2, 3, go。鲁克索纳基带给我的就是所有的可能性。每个成功的音乐人或者每个成功的乐队，他给人的是一个世界。他的音乐激发了我，让我慢慢的看到了我该向往的那个世界。Qal gölder kurudu, Kubajımlar şölledi, Kara sabam kavsadı, Sarayağım savsadı, Kara jumper, hak basın
Janday yak bu Tanrım senin dileğimin Koy basınday gök bu Tanrım senin dileğimin Janday dostum ak bu Umravdan soğuk bu Tanay yak bu Dağlık sıtmay soğuk bu Esken jelge soğuk bu Yeriktirmiş yaşadı Tasımdı torlayım Torsı kasap torlayım Versin dermesen sorlayım Tanrım
谢谢。最左边的，离我最近的这位老师，他是从哈萨克斯坦远道而来，他是我在儿时的偶像。60多岁的老爷子还这么有劲儿，还在玩音乐。今天在舞台上，最小的13岁是我的学生，叫丹尼尔；最大的60多岁，中间有我20多岁。30多岁，这就是我一直想表达的。我们哈萨克人就是这样传承音乐的。谢谢。非常扣题啊，非常扣题，特别好。阿来今天唱的这首歌叫《呼风唤雨》，是一首祈雨的歌曲。我记得之前贺国锋也曾经演唱过一首祈雨调，而今天阿来演唱的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却是另外一种感受。这是源自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2种不同的生活状态。他的编曲特别有层次，就他能把自己的演唱跟民族乐器，包括跟每一个乐器之间的互动很好的结合起来。我们听他的歌就感觉特别丰富，有此起彼伏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又特别自然的过渡回阿来自己的演唱。舞台上有最小13岁的我的学生，最大60多岁的我的偶像，中间每一个年龄层都有，有历史，有当下，还有未来。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音乐应该有的感觉，艺术就应该这么传承下去，文化就应该这么一代一代的走下去。还好吧，还好吧。大家看我满头大汗就知道，整个 T 恤的颜色都变了。回来了，我回来。